永大溜冰场是国内第一座符合国际标准规格的一个室外型的一个200公尺的一个比赛场地跟综合型的一个练习赛道建筑物跟我们的一个训练赛道融入整体的一个景观特色那当然也考量到未来的一个停车空间跟我们的练习赛道跟我们未来的一个儿童运动的一个公园来做一个整体的结合，建筑物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气候的一个考量跟风向希望能阻挡冬季北风创造一个适合练习跟适合小朋友游戏的一个游戏公园的一个部分永大溜冰场导入了一个节能设计手法包含屋顶的一个太阳能，还有雨水回收系统，然后还有包含我们的赛道的一个结构工程的一个强化让我们的赛道能够未来能够运用的一个更永续、更环保的一个做法来让我们的赛道能够更坚固也更耐用。我们的成绩一向在台湾各县市是那个排在前面的，长期来有它优良的历史。那我们滑轮溜冰场地说实在的不多，所以造成我们以前的选手也会流失了。杨和珍，他就是在世界大学运动会拿了5块金牌、1块铜牌以后，这个引起大家的重视。所以才争取前瞻建设的经费，盖了这个现在这个大湾这球场。那这个是第一个是世界国际标准的抛物线的做法，很好的场地，适合的场地，才能栽培更好的选手。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开始了，不是这样子截止。以后希望在台南市有更多的场地。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个滑轮场是在111年动工，112年完工。那短短2年期间，说经历了好几次的升级，所以经费也从原来的6980万，现在变成9420万，所以将近的增加了快3000万。当然了，我们是要求好了但是就是说也希望说，球场完工之后，这个运动场完工之后，能够大家好好善用，不要破坏它。因为这是非常昂贵的，而且设计是非常吸引全世界最新的，也是全台湾第一座合乎国际标准的这个滑轮场，所以我们希望用意是希望第一个培训最优秀的我们滑轮选手，那另外呢也希望说能够提供很多民众他可以让他们的小朋友能够有机会体验接触滑轮运动的这个项目，能够培养下一代的这个接班人。因此呢，它的设计兼顾专业，还有兼顾大众都可以使用。因此呢，维护盖是盖好了，维护要维护得好，这也是变成一个很大的责任跟这个工作。因此呢，我们也希望说，将来维护单位赶快决定了好，那我们可以让这个活动这个场地提供最好的，为市民以及为选手提供最好的服务。台南市议员蔡小伟2月6号的市政总质询，针对南台南副都心提出整体规划，包括未来南台南车站完工以后，希望会用提升东区德科厝的发展，除了带动人口的提升，希望嘛会用建设公共建设，包括图书馆加特色公园等。未来在东区，在地格处的地方，我们会看到它一定会有住商，会有更多的商业机能的一个进驻。那不管是在图书馆或是特色公园的建制，我也希望说可以未来来预想。图书馆的部分，其实在后尾寮我们有育文图书馆，那图书馆呢更可以让许多新住民进来了以后，他可以到图书馆去就读也好，还是在就近的这个学生可以在图书馆里面来使用这都是吸引大家入住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也希望说未来要争取所谓像育文图书馆，另外特色公园的部分。未来如果我们有 BOT， 我们也可以借由商业的一个进驻，请他们睦邻的一个建设。另外，在南台南副都心车站专用区的部分，议员蔡小伟嘛真关心整个开发的基地。对此，地政局长陈淑美回应，因为该位置真有潜力，
未来整个车站专区将会甲重大建设做回来招商。我们这个车站专区，我们要一开始我们办的招商说明会啊，那我们是要单独的一个招商。那后来呢，因为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重大建设的研议一直都浮现出来，好，那所以府内也曾经讨论过，是不是有要跟台糖的土地或其他的土地一并来招商。那后来呢，在厘清之后，就是说，因为台糖土地它的处分方式跟我们不同，好，所以经过这个相关会议几次的厘清之后，我们就决定说分开来招商。所以我们在今年的这个年底的时候，我们大概就会启动公告的作业。议员表示，希望未来南台南车站伫个完工启用以后，一定会用结合德高厝的区域，互原有文化、教育加商业资源互相来连接。相信德高厝的2.0愿景一定会来达成。台南新闻林根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市嘉义地区人口大约6万人，但地区欠缺活动中心。目前大约4万人共用一座的活动中心。议员蔡苏秋金上午透过市政总咨询，关心嘉义区第2活动中心的兴建进度。因为该案伫今年初动工以后，卡伫文主的遗产目前杂草丛生。对此，市府民政加文化局表示，目前已经找出解决的办法。到底这个公园是啥物文化遗存？甲公园水面是刻着玄石，还是刻着啥？你马上讲一下，有价值的无？有历史文化记忆的。因为动土来了，咱发现遐是加工桥的遗址，这部分呢需要变更伊的讲法，这部分刷纸爱搁边爱囤土起来，爱开清洁班，非常感谢市长的支持哦。清洁班，因为迄个活动中心建为4600几万，搁爱增加迄个清洁班，要囤土，边囤土搁压死，迄个班爬到差不多要将近要到1米啊，所以这耽误多长时间？因为遐有迄个加工桥遗址吼，你无安尼用的时阵无法度通浪费时间。另外，伫南176线边仔的嘉义甲七股之间，地方俗称的大寮公墓，伫公墓公园化以后。议员嘛关心该用地的使用。目前除了规划大北门运动中心甲停车场以外，议员嘛建议应该朝向公园来规划，将该位置定为做公园，并规划特色公园。对此，市长嘛表示会好好利用，并尊重议员行公园的想法来规划。台南新闻林根张硕伟采访报道。科技的龙头台积电伫放弃龙潭3期的苹果用地以后，其他各县市拢积极咧争取。议员李伟智上午透过市政总咨询，希望台南市政府要做好准备，尤其伫用水甲用电的部分。对此，经发局长表示，水甲电绝对无问题。其他的部分，新竹跟中部他们用水量没有台南这么多。那台南还是农业大县，所以我也希望说，它的用水的未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跟农业的竞合的程度上，我们都需要做全方面的一个考虑。对，就这部分特别来考虑啦吼，就是讲咱嘛会当看去年吼，旱灾上严重的时阵，咱开了咱甲营业过，所以这个部分咱会当去切放啦吼。而且咱就嘛看今年的水库的规拢满水，已经到6.7亿度了，这个部分拢有当有这个上上的准备。当然嘛，惊讲拄着大旱的时阵，咱要安处理吼，这个部分倒来，咱会甲中央讨论这个水资源调度的。我想的是个企业吼，伊会去关心伊的环境，就是讲伊设厂的稳定度，你必须让它供水供电都无力啊。另外，市长嘛回应，就算台积电1.4奈米无伫台南，未来搁较先进的制定，嘛有可能会伫台南。他会选择北中南，因为是在桃园碰到了那个他另外在三庄那边，所以下一个是现在1.4会不会碰到台南？我们不敢讲，但是如果1.4有最好，如果没有的话，再下一个时代也一定会碰到。也期待啦，如果他选择留在台湾，我觉得台南是他的第一首选。我希望他来做做准备啦。是。另外，伫地方建设方面，因为新化果菜市场伫迁徙以后，原有的土地将规划兴建一栋结合卫生所、亲子馆、加公共托育中心的综合大楼，预计民国113年规划，114年来兴建。对此，议员嘛争取，希望会用增设护国里的活动中心来合并兴建。对此，民政局回应，
会甲卫生局、甲社会局来讨论。台南新闻林跟张硕伟采访报道。何谓媒体识读？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来到北区仁爱里，教导长辈认识辨识媒体的基本能力，要用不同角度判断讯息真假，不要被牵着鼻子走。成大医院这2-3年来跟中嘉宽屏、还有三冠王、还有双子星有线电视台合作，在社区推广媒体识读。在过去这3年，在 COVID-19 的疫情的时候，我们担心的是长者在家里接受到了一些诈骗的讯息，所以我们觉得要把这些如何防诈骗、如何增进媒体识读传达给民众知道。我们很感谢说今天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来我们这边做宣讲，最主要是要让长者认识说我们的里面的一些目前的诈骗有哪些类型。然后呢，这些呢可以让我们的长者知道说，诈骗目前的手法是有哪些。在课程中，讲师介绍最新科技 Deepfake 深伪技术，教长辈如何用肉眼辨识人脸造假影片的方法，并透过轻松有趣的宾果游戏，教长辈讯息查核8步以及查证平台。我觉得收获非常的多，至少了解说对。看到讯息的时候要停看听，然后最好是能够查证。因为我们都年纪大，不晓得那个也没有用手机啊，不晓得说诈骗怎么样，来这边就听他讲就了解了，就了解很多了，以后就会小心。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呼吁大家讯息不要随便乱传，能够先听看听，避免遇到假讯息而受骗，也希望大家能将媒体识读应用在生活当中。记者杨顺怀台南报道。由台南市赤坎澎湃商团主办的第4届赤坎万圣节，10月28、29号将伫咧全美戏院逢家举办。今年同款维持伫新概念，轮到有着8甲奖发源地之称的大庆街王河宫全台白龙庵接下这项任务。咱今年创造出来的元素其实是足多啦。咱结合着赤坎澎湃商圈因足好对于商圈的经营。甲一个安怎讲，咱伫规个社区的这个活动力来讲我相信是一个足好的表现。伫2天的活动当中，庙方邀请到来知名观众团体来到现场做演出，另外更请到36观众，以升降阵的方式降临赤坎高地。我们的整个商圈都是用了欢喜心来办这个活动了我们当然希望整个社区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这个活动也可以推广到国际化，让很多国外喜欢我们台湾台南的这个文化啦、宗教的元素啦赤坎万圣节也有台版万圣节之称，每一天拢见一个人到场雕像，透过众神的参与保庇，希望将庙宇在地传统文化，互更较侪人明白。台南新闻收怀采访报道。日前，高雄一名资深媒体记者在个人脸书上张贴一张相片，引起广大的4、5、6年级生一片回忆杀。相片内容是一具隐藏在高雄车站的铁道3街施工道路一旁，身上鱼鳍以及有些毁损的红色鲤鱼雕像。这一只鲤鱼其实非常有纪念性我想是那个4、5年级的回忆啦然后我希望说高雄市府能够把这一只鲤鱼把它保存下来在我们周边的大家的回忆是一个非常有纪念价值的。
哦，足久啊啦，所以你有头做是头前水池啊，喷水池哦。哎，对对对，嘿。喷水池啦，我就遮出入咧，大汉的啊。啊，就旧车头迄个喷水池啊，嘿，啊，拢有设一人啊，互喷水啊，嘿啊，较早的时阵啊，我拢有看到做囡仔时阵啊。它突然出现在那边，我们有一天就是也会觉得，怎么会有一只鲤鱼在那？其实一开始我们以为它是那个灯会留下来的东西，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是以前车站的喷水的那个鲤鱼。我觉得应该是要把它放在室内，然后应该车站也慢慢就快完工了，所以可能是可以开始进行一些修复的动作。因为其实放在那虽然是在角落，没有居民进出，可是其实那边蛮多货车啊、卡车，其实我是觉得还是会有一点危险性，因为如果一不小心可能会去撞到，然后那边树也非常多，大的树，如果说台风来，风大一点，其实前一阵子其实蛮多树枝倒塌的。当地里长指着红色鲤鱼表示，这具雕像已经摆放有一阵子了。同时，根据里内长辈提到，在那个威权甚至也没有手机可以打卡的年代，就高雄车站站前广场树立的不是伟人铜像，而是象征当年爱河分流中有许多称呼为台仔鱼的鲤鱼。因此，台仔港也就成为最早的当地地名。另外，在1940年代，高雄市政府为了纪念地名的特色由来，因此雕塑出这尾特大只的红色鲤鱼。鱼身下方则以珊瑚礁岩为衬底，再加上石柱的高度也将近有4公尺之高，配合当时年代的鱼嘴喷水，不难想象壮观醒目的景象，也成为往来游客最喜欢拍照的地标。古早时阵我们是没有在打卡，这个是年轻人现在。都喜欢打卡，会觉得说到哪里有纪念性，哪里觉得很漂亮，他们就会打卡留念这样子。这个也是让我们高雄市民或者是外来的，然后人家看到这个鲤鱼是一定会询问说，这个好像是高雄市车站一个打卡的景点，一个回忆。回家是要回家离迄个。新车头嘛，新车头遐嘛，遐安尼这有纪念性啦。做纪念性。有纪念性啦，遐有纪念性啦。迄几啊十档啊，就阮做囡仔的时阵啊。北空洞的嘛修好啊，较早也标志啊。不过我们还蛮希望它就是因为毕竟它有一些意义在，就是历史的意义，然后可能这些长辈们以前记忆的一些回忆，所以我觉得，既然保有原本的车站在，其实它也可以。就是回到原本的地方，这样成为它车站的一部分。如果说有一些破损还是要维修的，也好进行维修。好的话，如果把它用到迁移到我们原来的那个地点，就是火车站前面，也是我们高雄市的地标。我希望说相关单位可以尽快的来进行来保存。而随着高雄铁路地下化，旧车站站体也已经回归定位，但老一辈的高雄市民却还是心心念念的期待着，伴随超过半世纪高雄车站主体建筑的红鲤鱼，赶紧让它早一点回家，也可以使更多市民朋友以及异乡游子们来往高雄都可以看到红鲤鱼，继续下个世纪的行程，同时拾取那段时代的回忆。记者李佳龙高雄报道。随着悠扬的歌声，高雄文化中心传出传统韵味的音符，来自日光小林部落的大满舞团将属于大舞龙族的独特之美带进艺术的殿堂。日光小林部落原先来自甲仙小林村，大多数都是大武龙族人。风灾之后，他们被迫离开家园，大满舞团便于这时诞生。他们决心不让传统文化凋零，克服重重难关，在舞台上唱跳出属于他们的故事。就是我们的小林业祭在10月底的时候要办祭典。今天其实有2个重要的仪式，一个是祈雨，那一个是我们的小林的业祭。然后今天就可以看到一个简短的完整版这样子。我们的确是因为风灾的关系，所以其实文化传承这一块其实产生很大的断层。我们当然希望说，能够透过这种正式的演出，可以让我们的
村民跟族人越来越多人认识自己，然后把大家凝聚起来，然后把文化重新找回来，然后重新在村子里面再重新让它长出它的花。大满舞团创立12年，走过台湾的城市，也站上过国际的舞台。从一开始草创，努力耕耘到现在，日光小林部落的美如同璞玉，如今绽放着独一无二的光彩。小林就是只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也是一个88风灾的一个受害者，悲剧之下，这一群人他们是很有韧性的他们在这10几年来，慢慢的借由自己的努力得到政府的相关支持、民间的相关支持，发展他们自己的大满舞团。在这种全国最特殊的一个族群上面，我觉得也从一路看到他们这样10几年来我想大家看他们的发展，其实都看在心里面。际遇大舞龙总共25个成员，透过次次排练，用歌声、乐器、舞蹈带给观众直击内心的感官体验。这是大满舞团今年第2场公演，也是巡演第2次站上文化中心的舞台。巡演的首演其实就在至善厅，那我们5年又回到了至善厅。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善厅其实有点像是我们每次有新的正式公演时候的一个好像有点像我们开始的地方啦。然后回到好像5年前我们真的第一次来这边公演那种有点兴奋，然后又很期待那种感觉。没有华丽的震撼声光，有的是出自部落的淳朴嗓音。大满舞团走过12个年头，向世人展现出来自小林部落的勇敢坚毅。记者苏冠军、李凡飞，高雄报道。新北市永和区电街里日前举办乐龄动健康课程，吸引许多周边长辈参加。里长王新仁表示，过去首次举办课程时，有观察到长辈们在课堂中会有肌肉酸痛的状况发生，后续却渐渐可以看到长辈们的肌耐力、柔软度都有明显的提升。这个课程就是其实长辈，我们电街里这个长辈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种课程，那大家也是第1堂课，我发现大家上完之后都觉得哇，可能一些会出汗啊，运动量他觉得会比较酸痛，但是就是第2堂课之后，大家都觉得哇，身体跟以前的真的有差，就是有动，然后就是觉得力量啊、一些柔软度那些都有相对的提升，他们觉得这个课程真的很好，那也是有跟我讲说，就未来这种课程他们都想参加。因为怎么样呢？我们很少运动，来这边做这个肌力运动的话，对身体很好，而且每天都很有活力，而且唱歌的肺活量也很好。以前的话走路会喘，现在走路都不喘，用跑的也不会喘，差很多嘞。心肺、肌力、柔软度是电街里乐龄动健康课程主要的训练目的。指导老师洪奎芳表示，本次上课透过绳梯的练习，不只考验长辈们的反应，也训练长辈们的柔软度及协调能力，增加肌力的同时，也能降低长辈们跌倒的风险。我们有3大主题，就是心肺、肌力、柔软度。那因为我们会透过很多游戏或者是比较有趣的动作，来带领长辈，让他们提起兴趣，然后甚至或者是透过一些游戏，然后像我今天带的是叫做绳梯。那绳梯我们可以训练除了他们的敏捷度，然后他们的反应能力，还有协调能力。那透过，因为我们很多长辈有时候比如说在家里啊走路啊，或者是出去购物的时候不小心会跌倒，是因为他们的肌肉的力量不够，或者是协调反应的能力不够，那就会造成他们跌倒。所以我们会利用我们的运动日常每一次我们预防延缓失能方案的这些课程，来带动除了心肺肌力柔软度之外，我们会加上反应协调，然后来让他们除了增加他们的肌力，也增加他们反应的能力，然后预防跌倒。对。永和区电街里举办乐龄动健康课程，造福周边长辈。不只邀请专业师资在课堂上带着长辈们一起运动，促进身体健康，也让长辈们有个认识邻居的场所。记者苏建明新北采访报道。